社會福利署自從2023年3月開始，喺殘疾人士嘅宿舍服務裏面引入咗非活躍輪候嘅機制。呢一項嘅優化措施係容許暫時未有迫切需要嘅申請人，然後佢嘅編配宿位，但重點係同時保留原有嘅申請日期，避免冇迫切需要嘅殘疾人士被逼提早入住宿舍，等呢個照顧者能夠得到更加彈性嘅安排，俾仍然有能力照顧親人嘅照顧者繼續喺社區上面照顧自己嘅親人。呢個新嘅體系係適用於中央轉介系統，即係 Quest Rehab 下嘅嚴重殘疾人士院舍、嚴重智障人士院舍、中度智障人士宿舍同埋呢個護理院嘅申請人。相信你最好奇嘅係咩叫做非活躍呢？以下我同大家講兩個故事，咁大家就應該會明白晒㗎啦。喺2023年3月之前，我曾經有幾個學生，佢哋仲有大約2至3年先中學畢業。其中有一個佢喺讀到中5嘅時候就已經派咗呢個沙田水泉路嘅輔助宿舍啦。呢個女仔本來就住喺學校嘅宿舍裏面嘅，但係因為喺舊嘅院舍輪候制度底下佢今次派咗位，佢可以以佢仍然讀緊特殊學校為理由，暫時凍結呢一個院舍嘅輪候位，而今次嘅派位都可以唔要，但係佢就必須要喺畢業之前將已經凍結咗嘅宿位解凍，否則過咗期就要重新排個隊啦。舊嘅機制仲有一個更加致命嘅問題，就係學生畢業後必須要解凍，而社署派位俾你，你唔要嘅話，咁你就要重新排個隊啦。呢個簡直係一個引發心臟病嘅機制嚟啊！最大嘅問題係解凍咗之後，又唔知幾時會派到位。如果係太早解凍，例如2月份你就去解凍嘅話，可能3月或者4月就會有位。咁個學生都未人畢業，咁就要離開學校。喺咁嘅情況底下，佢仲考唔考 DSE 啊？如果係5月解凍嘅話，7月中畢業前未派到位，咁點算呢？要退學，冇學校嘅宿位，屋企又冇人照顧到自己，唔通瞓街咩？為咗避免咁多嘅問題，呢一個學生寧願每日山長水遠咁搭巴士由水泉路返學，都退咗學校嘅宿位，要咗呢一個輔助宿舍嘅位。喺2023年新推出咗呢一個非活躍輪候機制之前嘅2年，我總共有6個學生都用咗呢一種方法，確保佢喺畢業嘅時候能夠有成人嘅宿位。其中一個甚至仲有4年先畢業啊，佢都選擇先住呢個成人宿舍。其實呢啲嘅學生都有學校宿舍，根本唔使咁早住入呢個社署嘅成人宿舍，但係因為呢個舊制度嘅種種問題，佢哋都選擇提早住入呢個宿舍。佢哋嘅選擇正正係令到更加有需要宿位嘅人延遲派位，甚至冇得派位。唔知邊個社署嘅職員咁聰明，唔單止睇到呢一個問題，仲要有勇氣提出呢一個嘅改革。大家都知道啦，社署要做一啲嘅改革，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噶嘛。呢個新嘅非活躍機制嘅推行，香港政府真係要頒個獎俾提出嘅人，因為我哋前線嘅工作人員就真真正正知道呢個機制為政府慳翻幾多資源，而令到真正有需要嘅人盡快得到服務。我又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有一個已經申請咗嚴重殘疾人士院舍嘅女仔，佢畢業嘅時候，媽媽仍然有能力照顧佢。媽媽知道呢一個新嘅機制可以俾佢哋照顧者照顧自己嘅仔女，直到自己冇能力為止，都唔會取消佢哋嘅輪候，又或者喺畢業後就必須要解凍個位。如果呢個時候佢哋獲派位，而佢哋拒絕宿位，就要重新評估，重新再排隊。如果重新排隊，咁佢哋之前排嗰幾年，咁咪白排咯。但係喺新嘅非活躍機制底下，一個殘疾人士喺2021年輪候宿舍，佢喺2024年畢業，佢嘅家人仍然有能力照顧佢，所以佢暫時都唔想入住成人院舍，佢將呢個位凍結咗。咁樣佢無論喺5年後解凍、10年後解凍、20年後解凍，社署都會計翻佢喺2021年嘅排隊日期。
呢一個新嘅機制，令到家長可以好安心咁決定暫時唔要宿位，繼續照顧自己嘅仔女。呢個嘅機制唔單止幫政府慳咗資源，而且更加人性化，更加鼓勵照顧者盡力去照顧自己嘅仔女，令到實現社區生活正常化加入最大嘅動力。所以你話想出呢個辦法嘅人，香港政府係咪應該頒個獎俾佢呢？